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来收看福起来咧好好运动特别是同大家共下来分享咧太极拳实在係真歡喜嘅一件事情咱上一次咱嚟講到了個拍鶴兩日拍鶴兩日，咱嚟過來同鄉親朋友聊聊過來複習下。咱從咧提手開始啦提手嘅時初頭做腳正腳變出來，咱咧腳踭到天呢腳趾了翹起來，兩隻手呢比出來，提手過來，靠向下手到這樣來，正腳伸出來，帶動身體。變到前面來，你按照靠刷落來是按照拍鶴兩日，拍鶴兩日就意思係，咱靠嘅時切3式前腳還有7分嘅式，後腳還有3分嘅力。到咱拍鶴兩日嘅時後腳3分力總下冇了，總下收到頭前正腳來，收到頭前來。要轉到左邊，真是順勢嘅提到咱嚟額頭旋向，左腳收到這樣來表，身體呢略轉到左邊，拍鶴兩日咱嚟真手略像假日頭胸寬左手呢變到咱左邊呢太極臂旋向，略像壓迄東西命迄頂胸寬嘅感覺過來做一個。左溜切後撲左溜切後撲，我先做一遍慢慢做俾鄉親朋友看下手慢慢變落來身體冇停拖，咱手停上背變落來呢，你嘅時冇曬位干那轉身安尼轉過來，重點是講轉嘅時帶手向下過來，你安尼啦三嘅時呢。你嘅時候轉過來，親像只有一個長途呢，是唔得緊轉轉到兩轉唔過嘅時呢，佢轉到轉去，唔轉到轉去嘅時呢，真係會停身體呢，帶一個人口起來，擺到一個二公旋向安尼，手心向下擺，左手呢，胸寬挺到安尼嚟左邊，腰胯嘅前面，手心略向前面安尼刷落來曬安尼嚟左腳，踏出半步出去，略偏外撒，腳踭先凸起，慢慢停後背撐到前腳去，胸寬到切嘅時就停了，唔好緊張就嚟到切嘅時安尼腳趾頭差唔多是平，安尼嚟腳趾咧停喺前面用腰帶安尼嘅身體，同你左手正手向下，一個係戳出去、傳出去，一個係停腳趾頭旋向，像掃草一樣慢慢掃過來，停到安尼嚟腳趾頭嘅外擺，變係正手到前面，手心向頭前。你胸寬切3式，而係左腳7分式，正腳3分2左邊切3式。你個式是按照左邊嘅溜切後撲左溜切後撲，咱過來做一道聽你拍鶴兩日開始拍鶴兩日嘅時咱呢正腳係向正頭前，左腳呢向左邊，正手擺脫額頭旋向，左手擺脫左腳臂旋向，外擺安尼，過來做左溜切後撲，日嘅時正手變輕鬆，吹落來，快要到地嘅時呢，安尼嚟就開始轉了。轉對後背去，兩隻手停hết，帶過來，刷落來，如果轉到轉來嘅時就正手
了了，挥一个圆球，哎，停台呢，那个耳弓顺行，那个手心向下摆，手指向头前，停台了，好，刷了个啊，晒安尼的左脚向前呢，踏出半步出来，你看啊，身体冇弹出嚟哦，哈，那干那了了错了个，你脚啊伸出来，哎，身体冇疼痛啊，过来。将慢慢塞到头前去，塞出嚟嘅时候，安尼手啊，是安尼向下送出嚟的。快要到嘅时候，转掌嘅时，本来出出嚟嘅，到转掌嘅时呢，变 at， 变安尼 at， 佢本来安尼出，变成安尼 at， 好啊，当然你慢安尼嘅手掌要吹落来，啊，咱那传出去，手掌要较高。落来的时呢，手掌是不是吹落来咧？变安尼，安尼左手呢，对脚趾头挥一个小圆球出去，停到冇摆，然后左撩切后扑过来，左一边啊，拍壳两日，好，左撩切后扑一、二。3，挥起来，4，脚慢慢轻轻拿起来，3，塞上来，慢慢送出来了。转掌的时呢，伸手压出来，安尼，好，左撩切后扑，咁快手到停脚做休息，1、2。手到这来，好，那个动作因为这个扑哈有变化哈，所以可能无之前安尼练那个提手啊、扣啦，干那用一只脚头起的是按旋转，所以那个动作啊，感觉呢，虽然这个动作较复杂，但不过脚较无按旋转，好，安尼了后停头前。过来，一路打到安尼停个那个左撩切后扑，好，repeat it，起势。男将妹做旁，男將妹腰旁，男將妹呢？男將妹節，男將妹 at。男將妹做單邊，好，提手。扣，拍壳两日，收到正脚，转身正手徛起来，做手落盖，好，刷落盖，做了切后扑，日正手先慢慢变落盖，开始用脚带起挥一拳，到这来。耳弓顺行了，
过来做脚，让出半步，慢慢踩上去，身体上手啊停定上去，身体转，手啊向下压出来，手到前脚，休息。好，啊，你啊，今比介绍的哈，了喏，做了切后铺哈。你像做了切后铺，你啊，我了讲下哈。所谓嘅了切哈，你看你聽做呢個動作哈，拍曲兩節，安尼，啊，你看我做手哈，身體上來時呢，記得做手法呢。聽一切條全項呢，略揮開來，然後了切嚇，將了五個樣啦嚇，了切，手鬆出來，你看啦，肩手出來，左腳出來，手腳無胸脯啦嚇，你是後脯嚇，無胸脯叫後脯，啊那胸脯呢，其實胸脯，那講肩臂係安尼，你是胸脯啦。按那肩臂按呢，你是按后脯啊，哈，所以安尼两个动作啊，做了切，做手了切嘛，对切头顺后安尼了过去哈，做了切后脯，好，两个动作当然讲极简单啊，嘛唔免讲伊困难问题哈，佢要对了腰安尼，停喺腰轉啦，哈，安尼你來。加練習幾擺，你看呢，手對腰轉呢，你可以練習下。咁看下，你聽下拍曲兩節開始哈。拍曲兩節，好，做了切後鋪，嗱你啊做個連續嘅動作哈。你看啊，1、2，飛到轉來3，其實呢，人口是飛過來的，4、5。處理了6，好，所以呢，同大家鄉親朋友介紹嘅時候，呢分較清楚來做。問題練嘅時候，練到每項哈，其實都冇分得清楚咧。嚇，我哋做一個連續動作俾大家看下嚇，唔得啲講，見咩呢？啊，拆到散嚇，拍個兩節。做了切後鋪，1、2、3、4、5、6，所以佢規個都看唔出來啊！到底呢項不甜，呢項不鹹。當然，你係人大概部分做熟落了後，我哋接起來哦，嚇，是唔得接起來呢？有啲蔬菜呢碰出來，有啲蔬菜呢入落去。好，安尼呢，停頭哈，來，我看你停咧提手好嚟啦哈，停提手過來做，加做咧，做到咧，了切後鋪，加做幾多哈，來提手，扣，拍曲兩節。做了切後鋪，慢慢揮哦。一揮嘅過程，講下身體做下套正腳哦。揮好了後，左腳出嚟，慢慢送上來，轉腰同腳送出來向下。好，過來一擺哈，呢一擺同拍曲兩節開始做哈，拍曲兩節咯。好，做了切後鋪。1、2、3、4、5、6，好，收到前面。好，所以安尼那講分太清楚啊！鄉親朋友感覺哇，那咁複雜哈。按那講，啊，去練呢度時，看到，哎呦，唔咩一麻煩的哈。
所以大家都做了动作的时候，很像来练呐，啊，安尼，飞一个研究起来咧，飞一个研究起来咧，当简单，哈。好，今天的节目哈是到了咧哈，感谢各位的收看哈，我希望下日时大家过来继续收看那个福气来的节目，多谢大家。